行出去张地事业有其态。为了功夫行天下，真正了解高种子后生人，也要带领后生的勇胆行遍世界。让每一转怒毛虫变洋洋的立场，是怒毛虫老洋洋的相独特的故事。别心疼，我会跌跌撞撞，不会再为了受众，我已学会翱翔。开始向往那更高的蓝天，放开牵绊的线，才能神采飞扬。我飞得理直气壮，我唱得比谁都爽，征服逆风的阻挡，我青春的翅膀。我飞得理直气壮，我比谁都要倔强，颠覆世界眼光，义无反顾的闯，彩色天空是我唯一的方向。晓见哦，可能炒糖人啊，硬力透凉白你是甜嘞。我们在学校用这台机器的机会有，但是都是拿来当修剪，就不会拿来收这个茶这样。它有一种很生生的味道，独特的味道。为什么？因为你只有在收茶的时候才会闻到这个味道，所以当你闻到这个味道，你会是很开心的，因为你知道茶采收了。好，老师教到这边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园艺科学果树蔬菜花卉，还有造园景观吧。再加上因为这个学校的关系，它是茶是变成一个特色，它是全台湾唯一一个自己有茶工厂，然后又有茶园的学校，所以变成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接触到茶。这批茶线很漂亮哦。我们三个比较幸运啊，我们在高职体系里面，因为我们大家做的事都是一样的，跟一般以往的高中不一样，因为他们可能自己有自己想要的，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律师，可是我们到园艺课里面来，大家都是想做园艺的。在中国是一个很深的文化，就是它在中国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会希望把茶推广出去，对啊，我觉得，所以我想接触茶，它真的因为不同的品种做出来不同的茶都不一样，就跟植物一样，很有趣。我不太看小说。我老实讲，我不太看小说，我很不喜欢小说。看小说对我的帮助不大，能上我书柜的书都是我觉得这书很棒，我才会上这个书架。所以我觉得巴菲特他是一个我很欣赏的人，所以贾博士传我一定买。你可能看人物传记之后，你就觉得哇，那些人太笨了，你不要像他这样，对啊，就是像你讲的一样比较务实吧，我觉得。对啊，要影响我的机会很少。对，我是一个很喜欢跟人家聊天的人，但是跟我聊天的人多半都是听我讲话比较多。你买那2万块的笔电，像我的笔电一样，重巴巴，重的要死。
我是因为拍照我才要买笔电，不然我回家的话，我干嘛不买桌机就好？你懂我意思吗？没有要干嘛哦，15000就很猛。你不是说什么打魔兽啊、打 D3啊，那另当别论了。你玩的游戏太高门槛了。第一个也是啊，没有钱啊才会说用不到啊。你有钱啊，你管我用不用得到？你要买5万电脑，你妈在旁边一直叫，一直鬼叫，我妈就这样。你要帮她出钱，她就会一直鬼叫。好烂哦！我想要我的物质的需求比较多一点，我的目标啦，对我来说那是目标，相机啊或是车子，我想要买跑车，对啊，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目标。男人就是一定要有一台跑车，大台小台无所谓，会不会跑无所谓，就是要有一台跑车。物以类聚嘛，这些阿萨布鲁的事情，玩啊，去哪鬼混啊，都满是其他同学比较认真，对啊，我们比较混，然后其他人就不出来，就我们不出来看萤火虫。同课的前阵子，你去哪里读？我台中，松林。你？嘉里敦大学。真的，你真的要去种田？对啊。不打算还是要重考？没有。短期间内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要继续。重考嘞，也没打算。没有打算。我觉得我应该离不开农业。对啊。投资那个东西的时候，他不会问你可以赚多少钱，他会问你说我多少时间可以赚到这个钱。别人可能念大学花了100万，啊，我把这念大学的时间，我拿来存钱，就是工作存钱，然后赚100万，就我跟他们就正负差200万。讲俗气一点就是钱。哎，这里面赌盘最高的是一年，莫名其妙突然这个要跟他讲好，因为赌赢了，他们要请我吃饭。至少要1季4个月啊。对，让我儿子有点面子，3个月。没有，你一张桌临时吃完他就回来。大家都不看好他，其实老实讲。那爸爸妈妈也只能用反方向的刺激他。哎呦，爸爸说3个月就回来，你们不用相送，不用请他吃饭，干嘛，就是3个月他就回来，2个月。太多的反声音了，他会让自己弄起气。你看谁要我来，我接我，这样最好赚。哥哥，拜拜，拜拜，不要回来喽，要加油啊！我今天超期待，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超期待的，对啊，因为这对我来说，这是做一个巨大的改变，我要去完成我之前计划好的一部分，这现在就是付出行动的时候。那当着好价4年100万，无啥问题。过来去年都是9个月。啊，你问我当早时？无要紧啊，4年做无爱做5年。今年才25万尔咧。今年25万哦。赚的，你说赚的嘛？赚的100万，大概有啦。做事是安尼啊，毋是一定讲会做到要是偌做一定无。我知啊，我知啊。当时啊，会使我收出多，当时啊嘛无一定。我知啊，我知啊。阮做事就是5我做，但讲做4、5个，啊5我做就当着，我当着就有机会啊。连子啊！即摆咪12.5尔吗？对啊，我先来啊！那无叫因两个。等下叫进过来嗰啲。
阮12点我就来。阮较慢啊，阮1点啊，因较大声。是阮兜我叫讲，你安怎来，阮来安怎。阿妈，啊，恁哪恁家己来，无叫恁孙来？啊，阮孙唔知影咧困啊面，我刚刚叫来。哦，我叫来，那大份咧食，我要怎？唔多啦，好啦。啊，恁拢定遮大嘛喺来做？来做，啊无阮遮老无来做，我叫上做。少年家来惊热啊，啊老无就热死。他迄度讲我这叫我上家就好人，就么山就么酷连天啊，无做也无好食啦，对，啊无办喏，哦。我有啦。我想讲唔甘呢，唔甘咁来做事，伊讲袂，伊讲要再做看卖啊，试看卖啊。啊，我安怎讲？我也讲好啊，你我再试好。有啊，阿妈是叫我要读书啊。我拢叫读册。我讲读无册啊，读无比别人较老啊。我讲爱紧去读册，读对。即摆读书无效啦，伊读个无效大学，出来一个月2万外块尔。啊，你要买厝，连买车拢无钱啊买厝，啊你要安怎饲囝？哈？老好啊，较看我。叫伊坐车落来啊。看者老好啊，你讲。无啦，啊无你我叫你孙大啦。你老啊，你会惊，你搁叫你做孙大，叫你创个大。因为我之前在念书的时候也是喜欢劳动啊，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边，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就跟阿张一起来这边学。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比较不会自己去想一些事情来做，有一半是受阿张影响。边学边买，走吧。看你在等这个。当我很累的时候，等下就可以吃了。等下我在想我的相机，第800，第800。一直很羡慕燕群的生活的模式，因为他想要追求的少，所以他要付出的也少。就是你胸有大志的人，本来就会比较辛苦。我自己在演。大学吗？无读。要不你们进来进场。哇，想证明，啊你们现在今天免进来研究番薯哦。哎呀。好啦。在那边。唔倒做，我走去载阿祖等去西港啊你。载回来。哎呀。他阿公不会怎样，他阿妈一听到就开始那边一直念，就是你先念我啊。他说啊，你好起来，无爱叫伊读大学，安那。我说啊，伊家己有伊的想法啦。即摆无想要读册，你逼伊读无效，人生过要袂快乐。想法很多啊，我觉得是有时候觉得是画大饼画得很大。他说我上街去，我不用开车，恁爸骑马出来，买一批黑的，一批白的，2批骑出去就黑白黑白马，弹车子，弹相机。他就会这样想。高不高？很有趣的。那一箱有多少？26公斤。一箱26公斤。哇塞！50件，还佫9件啦，安就好。啊，工钱爱2-3万啊，卖无2万块啊。古早人较早拢是安子啦，你看后食规家拢90外岁，还佫这样，90外岁，迄80外呢，80外才炒5个呢，无啦，少年都无爱种田啊，你了钱啦，伊要食头路，找恁去，要咧才吃落啊。真正就爱了钱啦，这无啦，迄摆落去啦，这唔能落去，明仔载才讲迄啦。果菜的批发市场，这就销到那边去，这一斤7块钱而已。你去市场看，一斤30、40，啊，产地1斤才7块，所以这中间你看有多少利润不见。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回来，就是想要改变，就是这样。那个就我们这个捡剩的有没有？整车这样再去给猪吃。哦。那一整车可能500块，好可惜啊。可是其实还可以吃哈。该不会状况係底下係台階都漏咧，總天音都漏咧，啊，共東南牆啊，米有天音冇辦法做咧啊，伊漏咧。中啊本異鄉嘅人，中啊本鐵花嘅路面，中啊本為唔得嘅事。现代，中啊本流向嘅人，中啊本落難嘅童人，中啊本出唔起嘅心情。中啊本春意洋洋，中啊本要為吃呀，中啊本日頭上讓你跳舞。对。中啊本好馬了了，中啊本雨水盡白，中啊本南風吹來衝山歌。来这1个月，我才知阿嬷这厉害，一个人挡3个人。啊，别讲，你嘛是会晓，我就晓。我后摆娶某爱娶像阿嬷安尼。哪有可能？这摆人他们做事就是咧。阿嬷一个人搞，阿嬷一个人种，他们就自己种。锄头对阿嬷来说，就像我们学生拿笔一样，对她来说没什么。啊，他都知道什么样，像我们写字怎么样写，手不会痛，都是怎么笔画怎么写，字才会漂亮，才会顺。阿嬷都有阿嬷的技巧。来，你不是做事的卡小。啊，你就是。小弟，放一点。没啦，不是迄个小风啊。后面有，后面有风啊。唔知不晓的，唔知这里想好了。对，这是西滨开17线流水溪，莲花那边风力发电厂。王永庆那时候，他原本的海昌计划就是要到中国发展，他到中国发展石化的工业，你看都是台塑石化。他们这个石化产业有没有？然后有灯啊，他们有灯，燃烧出来的东西都偏酸了。这附近下的雨都是酸雨，10几年有了吧？我觉得他在这里已经影响很久很深了。我很佩服王永庆，
就是做大家不做的事情，就是大家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王永庆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对啊，这个东西它有它的产值在。我觉得人类要进步本来就是要牺牲掉一些事情。对啊，就是你看这个6轻的工业区，它带给台湾1年多少产值？不是这样接，横的，接到这里，你手随时手掌，你手会痛，不是你手会痛。我觉得燕群有陪我回来很重要，对啊。也许如果今天他没有跟我回来，我可能这3、4个礼拜我可能会过得很辛苦，就是我没有伴。我不要栽在别人的嘴巴里，我可以因为自己做错什么事，出了什么差错而失败了，我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我栽在我自己手上，我认了。也许大家都觉得我们只是个笑话，他们一开始根本就觉得我3天就会回新竹了，就撑不下去了。你看，我已经证明我在这里可以做1个月。对啊，我觉得这就是有一种动力。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是考验，你连这个都撑不下去，那你也只是打嘴炮而已，你只有办法说，你没有办法做，所以我要用行动来去证明我说的是可以行得通的。我其实不是想要一辈子就回去这样种田，我还有自己的一些理想，我想要创业啊之类的，人家才不会想，哇，你连东西都种不出来，你要怎么样创业什么的？对啊，我就是回去学习，去学我奶奶花1辈子才学到的，我回去跟她学。大家好。你反应啊，就会完成因子的第没有。左茶、中茶、平茶。我是喜欢动手做事。它叫园艺科，妹是学插庭。行销。自己确定，感觉还蛮紧张的，就是对啊，这不像搭公车、搭火车，然后自己投了钱上车就好了，对啊。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里就跟我想的日本差不多，商店街、学生妹，就是一些看一些漫画啊、动漫啊，或是期刊啊，里面他们会介绍日本的时候才会看到，带了秘籍来，就是。これは有可能问这个是什么，就要问他これは，然后他就会跟你讲。然后ちょっと，然后俺は台湾人です，就是介绍自己的时候会用到。然后全然あまり居酒屋，居酒屋就是那个居酒屋，我觉得居酒屋是一定要的啊。来日本不去居酒屋，就等于没来日本。对啊。那就像来日本，你要看真美嘛。差不多啦，总不能都在漫画里面看到吧？对啊，我是有任务的，
那个燕群跟浩辰有任务指派给我，就是一定要拍很多日本人没回去，就不能只有我自己看。对啊。这个大概是1公斤370。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はい、こんにちは。はい。どうしたんですか？はい、私阿张です。はい。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就是这里所有的茶园都是他的吗？そうですね。全部じゃないですけど、うちのやつは、日本でいうとね、53ヘクタール、うちの関連の畑があります。で、うちで直接こうやって畑を管理しているのが約10丁部、10ヘクタールあります。はい。超酷的，这机器在台湾根本没看过，就完全没有看过。今ね、機械がこっち戻ってきたらね、ちょっとね、お茶刈りちょっと体験してみたらいいですよ。真的吗？真的吗？我觉得我好怕把那个茶弄坏，因为我连开车都不会，还要开这个。对，やってみましょう。はい。我觉得这真的超酷了，难怪我阿公说日本人超厉害的，我觉得这超强的。我觉得这叫我一个人一天弄这全部，我都觉得根本没什么差。我之前还举那个太累了，我才不要。我觉得如果我以后种茶，我一定要买这个回去。没有，我觉得像战车就是这样撸过去，然后轰，然后全部茶叶就没了，这样，就是把它直接剃头这样，就超酷的，我觉得。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像这样一台机器买要多少钱？日本円で500万円ぐらいですね。500万円。是日本就是500万。500万。おお。はい。結構高い。だから日本の結構いい車が買えます。日本人很严谨，就是他们只要跟吃的喝的有关，然后都要这样穿鞋套。在台湾我们都打赤脚。嘉颖，你教我一下，就是说要怎么样问他们在这里工作多久？仕事は何ですか？何ですか？仕事は何ですか？就他听不懂我讲的。2週間。哦。我这样我知道。哦，所以他在这2年了，是不是？没有，他说啊，他是说这个工作这样，要做2个礼拜这样。哇！我觉得这才像茶工厂。我觉得，就是它已经全部都是，就是机器，都是自动化的。对啊，我觉得超酷的。我觉得在台湾，就算是做绿茶，也没有这么方便。那边就是有那个蒸汽，然后就在蒸茶。哦，对，日本人是做茶是用蒸的，对，我们是用炒的。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啊，然后你一直笑我就在想。难道你进来的时候不会这样觉得吗？对啊，就我觉得任何人进来应该都这样觉得吧。制茶可以，这个整间工厂只有3个人，然后是第一天3个人哦，在明天之后，这个工厂就只有1个人，他就可以运作了。在台湾怎么可能啊？
我好难想象，这只是对我来说，这就是茶工厂啊。可是我没有想到茶工厂要穿这样的衣服哎。今荒茶工場の説明をしてもら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こで揉んだお茶を、で今度一度窒素をして、真空状態にしてからこの冷蔵庫に、一応保管するようにしています。一応こっちが、マイナス5度、あ、ごめんなさい、260度、260度。他做成这样，真的好厉害，太扯了，我觉得太强了。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觉得就是整个就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了。就那个 X 光机啊，它就是只要有茶以外的任何东西，它就会停下来，就停在这边。让消费者要买你的产品，不只是说你的产品要好，或是要包装什么。我觉得小酒厂在做的就是，它不只是把它的茶变得更好喝，还让它的茶可以让消费者信任。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难怪日本人觉得台湾人第一泡茶倒掉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你做到这样子，第一泡茶还倒掉，台湾人感觉就是好野蛮。好野蛮。对啊，就感觉。有时候会想，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做到这样，为什么我不行？或是甚至台湾人不行？没有，我今天就要想办法来把它全部都看完。就为什么它可以销20几个国家？で今日はねちょっとあなたにねもう、お茶を買ったり、揉むところを勉強したりしたもんだからちょっとここで日本のお茶で今から、これを見ながら、ちょっと勉強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私たちが増田園のお茶だけじゃなくて他の農家の他の人が作ったお茶これも私はここのところで買います。もちろん日本の場合食事の後にお茶を飲むとかそれからこういうちょっと休憩の時に飲むとか喉が渇いたから飲むとかいろんな要素があります。だけど台湾のウーロン茶も日本のお茶もやっぱり一番の何がいいかって言ったら人をすごくその癒しつまり、リラックスにさせる、ね、そういう商品だからすごくそういう意味では僕は台湾のお茶もそうだし日本のお茶も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このお茶っていうビジネスはすごくいいビジネスだと思います。1日 50種類とか見ます。1日。一天大概喝就是大概50種。毎日この新茶の時期には毎日見ます。そうして。小酒厂呢，他是每天喝绿茶哎，他自己做的绿茶，他每天喝哎，就我自己觉得哦，自己好奇怪，自己种的东西，自己种那么多地瓜，一口都没有吃到。对啊，我一口都没吃到，我要怎么跟别人说我的地瓜最好吃？我只关心说他可以赚多少钱，他都没有跟我讲到茶这个茶可以卖多少。哦，对。本质就是这样。大成。这跟我家乡的名字一样。時代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ね、だんだん景気が悪くなってね、でなかなか高いお茶が売れなくなったり。ね消費がどんどん下がっちゃったりどうしてもその日本のだけだとお茶が厳しい状況にだんだんなってきちゃったから、まあ、特にそういう海外の輸出こういうものを一生懸命頑張ることによってまあ増田園に関わるいろんな農家がいるんだけどじゃあ増田園にちゃんとお茶を売ればちゃんとお金もらってよかったねっていうふうにこのね増田園だけじゃなくてこの地域を今の私のまあこんなに力はないけどみんなでとにかく良くしていこうそういう今気持ちで経営してます。でねまあどこでもね台湾でも今なかなか農業が非常に厳しい状況でなってるんだけどただそのまあもちろんいいものを作るということは一番大事なことなんだけどねそれプラスやっぱり自分の作ったものをどういうふうにして流通していくか流通させていくかと。
そういうことまでね。社长有提到，他一直提到，他以静冈为傲，他很自豪，他是一个蛮受多元的下救赏。那我就会反观我自己，我有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农夫很骄傲？因为我也很想改变别人对我的看法，自己有没有去反省到，我有没有以大城乡为傲？有没有觉得它就是我的家乡？有没有觉得我就是个农夫？我就是种地瓜，你们吃的地瓜都是我，可能都是我种的。下救赏就是这个人。世界で657台かな。然后好像是什么最后就是世界上只有650台。センチねこれあんまで。就是我觉得男生就是应该有一台跑车，拥有自己的跑车。然后就一看社長他已經有3台了，我覺得。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もちろんなんていうのこんな若い時にこういう車も買えたわけじゃないし、ね、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ものをこう夢見ながらよし頑張ってね人より頑張ってじゃあいろんなものをまあそのなんていうのかな変にお金ばっかり欲張って買うん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り自分は車が好きだからじゃあその車を買うために頑張るぞでそういうイメージでね私はね今日あなたと私のね出会いがありました。もともとじゃああなたのようにこういう勉強して知り合う場合もあるし全然関係なくて人と知り合う場面っていろんな人生の中でそういう場面ってあると思うだからそこの国は違おうとここで会おうと、ね、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ところの人の出会い人と人との出会いこれをすごく大事に自分が生きていけば必ずどっかでねいいこともあるしチャンスもあるしそういうことをねやって生きていった方がいいですよ。今日なんかもねこういう人生の話そうなんかもすごく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なんか日本のこう勉強にしすぎたとこのお父さんが親父さんが何か話聞いてよみたいなのではすごくいいんじゃないの。然后现在我是2年级，我们2年级叫做那个营农科，就是很多就是未来就是专门他们可能想要成为一个专业的自然环农家，或者是他可能想要做跟农业有关的推广工作。自然农法强调就是，它是要维持这个土地的一种生态，是吗？对对对。所以才不能把草拔得太干净。对，就是你适度的留草会吸引那个天敌。哦。就是可能会，例如说会有害虫来嘛，可是就是也会有。我们学校也是没有用农药，哦，真的吗？也是要人去拔，可是我们会拔完就是很干净。你是说拔什么东西？草。哦。对，我们不会留草。对，像我们这样就是没拔的时候就是这样。拔完就打分数，那打分数？对你拔越干净，分数越高。好怪哦。对啊，就我们学生就是为了分数而生啊，还有为了考试。我念的都是为了考试，考完试，我考试考过了，可是不代表你就会啦。哦，对啊。你考试100分的人，考试过跟会不会是两回事？对啊，可是就是在台湾就是挑那会考试的人，会考试的人比会做的人厉害。
你说这个地吗？对对，他们分配的。然后你要怎么种也是自己选。像我这个番茄虽然已经结束了，番茄我是跟那个罗勒混植。自然农法其实它流派很多，但是它的大方向是说，尽量能够让生态系它是一个循环永续的状态。就是大家其实很长时间在田里面，所以你很自然而然会跟你的田开始产生一个对话，然后就是会看到里面的一些昆虫啊，像就常常会拍，你有看到，例如说看到天敌就会很感谢，对啊，例如说看到螳螂就会很开心啊。我觉得对他既是我的老师，然后又是在里面就是好像不停的在闹学，因为他每天都是不停地在变化。可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我自己可能只有嘴巴会讲，就是很像现在年轻人，就是嘴巴会讲很多，然后很多的梦想，然后但是好像都没有办法实现，因为其实坦白说，我们没有那个最基本的技术，然后就觉得说，那我这样就是好像就只能空口说白话，好像没有那个技术，然后所以后来就是经历了一些思考，然后就决定说，那我想要来日本学那个自然农法，因为我觉得它才是一个真的长久的对土地还有对人是一个真正能够让它可以永续维持的一条路。底部都是已经把它们都那个割断了，所以就是直接把它就是覆盖在那个席上面就好了。打赤脚，嘿，我在田里工作全部都打赤脚啊，很厉害。日本没有人打赤脚的。打赤脚是我爷爷跟我说，打赤脚可以吸那个土的气。你无穿迄，啊你身躯袂安那？袂啦。啊，穿拢咱咧选啊，迄会当有无？啊，穿迄部位就太硬，太硬也袂行哩的。杀草剂嘛，杀草剂，巴拉叶，那个还蛮毒的。可是这里的喷药都是男生，没错。如果没有惯行农法，没有办法养活世界这么多人口。我吃穿就靠这个啊，对啊，买车子买房子就靠这个地瓜啦，对啊，那我不赚钱不行啊，对啊，这里太多田了，我要做自然农法，我一个人做绝对做不来啊，这样子我这样一个人这样弄这么多，我很好奇，其实是好奇他们自然农法的哪一点吸引他们，这样子会让他们投入去做自然农法这样。因为对我来说，自然农法一点都不吸引我。其实老实讲就是这样，一点都不吸引我。安倍さんとちょっと話したところ、施肥量が多い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話になって。面と空間と時間と意識があるって話したでしょ。他们可以面对面的分享到，就是他们一整天今天在干嘛。我觉得这很棒，因为可能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学校是不太会这样，只会哈拉而已。啊，好热哦，不要下去了，真的就只是抱怨。哎呦，有虫，好恶心。对，就这样。我的番茄烂光了，这都是一些抱怨啊，草那么多不想除了，都是一些抱怨而已。それでは以上で終わります。今日も一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在这么棒的环境下，然后就可以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都自愿来的，对吧？啊，年龄也没有差很多，这都是年轻人。我很开心，就都是年轻人啊，所以就回归到我出发之前想问的问题，就是面对高龄化，他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其实好像这样的问题早就已经不存在了。はい。指4本。哦。はい。こっちも取ったらしいからここ。OK。はい。英語で喋ったりとか。哦。無茶ぶりですか。はい、大丈夫。OK、大丈夫。はい。Hi, nice to meet you. Hi, I'm fine. Japanese 全然わからない。他说：“你会全然わからない？”对，我只会全然わからない。
我来日本就是为了来日本，我特地去当了1日的学徒，然后做了东方美人茶。他们觉得味道怎么样？どう？なんか味は？哦，すっきり。あれすっきりで。不用拖的，不用。部分我觉得我不想做的，我想做的不只有去那边学一些东西，我觉得我有自己一种使命感，就是说，我也希望把台湾茶的文化带到那边去。也许他们可以接受，也许他们不能接受，但我觉得我会有这种使命感。对，饭店就是吃茶叶是会开始买一盆兰花。是从掠功夫茶那种其他的茶用机器做的水友的，也动作功夫就也厉害。当辛苦的那种啊，冇爱带过去，记得冇落台湾钱啊，好少啊。对，那是想老去到分享一种机会吧。Can you follow the English no? So we'll translate it. 今のお茶大変美味しかった。それで、はい、中国と台湾と日本はお茶の精神がちゃんとあって、今なお台湾ではお茶の精神をずっと続けていて、お客さんが来たら必ずお茶を差し上げるということが習慣になってますね。正式な場所で茶会を開く。お茶を差し上げる。だけども台湾のお茶の愛好の仕方は、家庭の中にお茶を持ち込んでこうやって若い小僧でもヤングガイでもお茶をたしなむことを努力する。你跟他们说，如果有来台湾都可以来找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留那个联络方式。何でもここでくれるから。イエーイ。旅行代出してくれる？ここに集まる学生は本当に自分がどうやって生きたらいいか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ること、そして食べ物が健全であることが人の心やらなんかを全部元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ているか、それを探そうとしている学生が集まってるんだ。そうすると結論を言うならばね、人は人と人の関係において初めて人なんだよね。人が存在するということは、組織がなければ人は生きていけないんだよ。人は人と人の関係において初めて人。而是他们在追求的已经不是钱，钱可能是他们很早之前10年前、20年前在追求的东西，他们已经现在在追求的，像自然农法，他在追求的就是健康。追求的是环境，已经跟钱已经脱离了那追求钱这个东西，所以我会觉得日本是个进步的国家。升上大学的时候也碰到说，其实我发现自己上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人生到底要什么。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有很多我自己内心方面的问题。我有算忧郁症嘛，就是我有暴食、催吐跟那个忧郁症的那个问题，大概有1年的时间，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出去跟人家面对面。然后后来就想要说，可能也许可以回归土地或什么的。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呢，是一个位在富士山山脚下面的生态村。
也可以说是我的心灵故乡吧。明年毕业之后啊，我会打算去那边住，继续实现我对农业跟对生活的理想。哦，すみません。我现在没有办法形容这是什么感觉。嗨，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就是为了干净。等一下还没走。就是要等大家都好，然后再一起带动力。脚不会麻掉。お祈り終わり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し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はい。Japanese 阿张。阿张，はい、阿張。